四喜臨門係咩感覺？梗係人人有福啦！深圳四喜臨門嘅活動接踵而嚟，讓人感受到滿滿嘅幸福而溫暖。無論係石國強嘅榮耀、汪東生開業20年嘅喜悅、百福爽新公司嘅啟動，抑或係尊老敬老嘅溫情，呢場活動簡直讓人福氣滿滿。圓滿成功！隆重嘅入場儀式拉響咗序幕。晚上好！特區政府能夠俾個少少勳章我，亦都值得大家鼓勵。恭賀我哋20週年紀念嘅黃東新酒樓，我哋不忘初心，祝願在座各位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多謝各位。嘉賓領導發表咗熱情洋溢嘅致辭。圓滿成功！恭喜啊四哥，榮獲呢個香港政府嘅嘉許特獎。石國強嘅努力同才華得到咗官方認可，呢個唔單止係佢個人嘅榮耀，更係對香港美食文化嘅肯定。百福爽飲品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。一間專注於健康飲品嘅企業，提供更健康嘅飲品選擇。汪東生酒樓迎嚟咗20週年嘅大慶，亦迎嚟咗廣深珠澳大咖們嘅祝賀。感謝你們的到來，圓滿成功！最暖心嘅莫過於呢場尊老敬老嘅晚宴。敬老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耶！好，恭喜所有長者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呢場四喜臨門嘅活動，不僅讓人感受到喜悅與溫情，讓人睇到咗社會嘅進步與和諧，亦讓大家共同增進咗友誼，讓參展商提高咗知名度。無論係美食、健康、餐飲行業嘅發展，亦或係對長者嘅關愛，都讓人倍感欣慰。